關於磨礪塗在金屬上的施工指導視頻，按需要準備一定量的微郁磨礪塗材料，將色漿搖晃均勻，按建議比例加入色漿進行調色，充分攪拌均勻。如選擇的顏色較深，請換成磨礪塗中基板進行調色，加入10%左右十分半鋁，攪拌均勻使用。隨用隨掉，加入10分半鋁後，需要在3小時內用完，否則會固化結塊，無法使用。推薦保留一部分調色後且未掉10分半鋁的材料，後續如需修復時可使用。首先，根據金屬基層的具體情況進行除鏽、防鏽處理，砂紙打磨金屬板，磨去表面刺手顆粒並除灰。準備施工第一片磨礪塗，按照實際施工面積調配磨礪塗，要求3小時內用完。將調配好的材料倒入托盤中使用，使用羊毛滾筒蘸取材料，均勻滾塗一片，注意收乾滾筒印，乾燥24小時以上後，開始施工第二片磨礪塗，重新調配材料。施工步驟跟第一片施工一致，24小時後可保護性使用，7天內不宜沾水，7天後可水洗。